你是毋是爱鸟的朋友？看到猫咪啊，是毋是喙笑目笑，就一直想要甲看，看甲行袂开骹呢？根据统计，台湾饲鸟人数一直在成长，愈来愈侪人的心叫这只猫拔掉的咯。是讲各位鸟仔老师，身为一个主人，你到底对鸟是了解偌济？有真个主人真困扰问题，就是讲猫咪啊无爱伫鸟山箱内底放尿，真的是一世界学袂酸呐。听讲猫咪会乱放尿，大部分都是因为伊对主人有所不满呐，所以讲用乱放尿这个方式来对主人报复。妈喵呀！这样古锥的猫咪啊，敢真正这么敖叫唤？另外，听讲已经有人找到方法，会当将平常时啊无爱插人的猫咪啊，甲箍过来。这位真有自信的网友讲，只要摕脸布还是锁啊，凊彩伫涂骹兜啊，来箍一个衣裤啊，出来地猫就敢叫袂着共款，对伊行过去，然后乖乖伫衣裤内底，完全无想要离开啦。哎呦，伊用药认为是用较有个性的猫咪啊，敢真正用乱放尿来报复主人？想要驯服因，是毋是真正伫土港为一个衣裤啊，就会当解决？为了猫仔主人的幸福生活，阿扁甲萧婷找到全台湾第一个摕到国际动物行为咨询协会认证的专门研究猫的行为问题林主任医师，要来向伊请教咯。医师，赶紧甲阮讲，猫仔乱放尿是毋是在报复伊的主人？其实猫仔的行为，毋知影啥物叫做报复。因黑白放尿的问题，可能甲因的身体、心理啊，佮有环境、行为有关系。咱必须要甲原因一个一个想清楚，才会当找出问题。毋过医生，若是猫仔黑白放尿这个问题真好解决，我相信嘛袂有啥物流言，讲啥物猫咪爱扣分啊。对啊，所以讲真正有方法会当改善猫仔乱放尿的问题，证明毋是在报复。会用的，我即摆就有一个案例，会当做伙去看卖，然后找出问题。既然有乱放尿的知识案例，阿扁甲萧婷当然义不容辞，自然要来到案发的现场，准备要来查清楚猫仔嫌犯伊的底细。嗨，两位好。嗨，陈小姐。借问者吼，这位是毋是就是林医师讲有黑白放尿习惯的坏犯哈？对，就是伊。哎呦，就是你哦，你是做啥物代志是啊，啊？我看做啥？伊会放尿伫咧鸟沙箱仔外啊口。伊本来就会哦。本来呗，阮兜有焦糖甲发发两只猫仔。旧年我生了搬来遮，伊就雄雄开始放伫咧鸟沙箱仔外口。对，所以阮就我甲阮翁真困了，大概一两工就一解。你足常发生的呢吼。对啊，所以我就想讲，是毋是因为有囡仔就无陪伊耍，伊想要报复？有可能哦。到底坏坏是毋是因为报复心态，所以黑白放尿？咱今日爱来查好清楚这件代志。无毋对，毋过咧。小等下哦，因为厝内有两只猫仔嘛，你是安怎确定是发发放的，毋是焦糖放的哈？我真确定啊，因为我看到伊的身躯伫箱仔内底，尻川伫外口放尿。敢是你啊？咱有几份证据，讲几份话哦，袂当着安尼定伊的罪。无毋对，害你一个公道好无？安尼，阮就爱来装一个摄影机甲观察。无唔对，行动派阿扁嘅小婷，伫焦糖嘅发法，做伙用嘅这鸟刷箱仔顶面甲倒摄影机，准备要几工来甲监控，找出乱放尿凶手到底是谁。等了搁再等，等强强等，总算等到焦糖先入去放尿啊！乖乖放刷出来，凶手毋是。无偌久，发发嘛行入内底啊。先喏。伊先哪袂入去啊？焦糖一定感觉奇怪，为什么发发爱哭你啊？对啊，伊咧创啥？有一屎桶佫无爱放。放啊！伊咧放尿啦！发发啊，你哪会无放伫？哎呦，世界拢是啦！这是一呢。发发有影是怪死乱放哦。较无12点钟尔，咱就摕到伊放尿伫箱仔外面的证据咯。你甲看，伊早就准备好脚踮向外口这姿势啊，伫箱仔外口怎来甲放落啦？伊离开时，脚阁真痒啊呢，拢无踏到甲鸡招啦，阁不离啊徛落着。医师你看，这就是阮摕到的坏坏黑白放尿的证据哦。伊的主人讲吼，自从因生囡仔佮搬厝了后，坏坏差不多一两工就会安尼黑白放尿一解呢，频率算真悬哦。陈小姐佫讲哦，伊有甲骂啊，然后佫请因翁
逐工清理猫砂，啥物方法都试过啊，就是无法度改善。所以你讲这个发法，敢毋是因为生气，超工伫气伊的主人？你莫着急，伫恁来找我进前吼，我已经针对发发的情形来了解过啊。我想发发的问题应该毋是咧甲主人生气，咱只要为环境来改善，这个问题应该就会当有袂歹的解决。原来意思是为讲，发发会放伫箱仔外口，主要就是因为箱仔藏的所在无够好，抑个搬出了后，生活环境改变，害伊情绪真歹啦，太过操烦咧。若想要改善伊的问题，医生建议讲，将原本2只猫仔做伙咧用的猫砂箱仔增加做3卡，遐免有地盘概念的猫，无想要甲另外一只猫共计用1卡箱仔。另外，除了讲逐工一定要固定清理2摆以外，嘛建议箱仔爱将有挂的甲改做无挂的。除了身体的原因，伊的问题其实是无介意即摆咧用的便所。大部分的主人拢介意用有挂的箱仔放猫砂，安尼有挂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气味，包括屎尿拢会积咧内面，猫仔会无啥介意入去使用。另外，根据统计，大多数的猫仔介意使用细粒无香味的矿物刷，发发即摆使用的是茶壶刷。所以我嘛怀疑发发是因为无爱用即摆的刷，我建议甲即摆的刷改做矿物刷。另外，即摆猫砂箱仔放的位置嘛，伤过开放啊，应该是要选较恬静、较稳密的所在。互猫砂箱仔之间有一寡距离，还是讲一个闸边伫咧，安尼就会当减少猫咪上便所的压力。医生嘛有请主人，逐工都要陪发发甲焦糖，一只差不多陪算10分钟到15分钟，嘛使用会当互猫咪情绪稳定的猫咪费洛蒙来减轻发发伊的操烦。另外，上好是伫原本空白壁顶垫一块棒仔。将猫咪真介意的，会当跳来跳去堆叠的空间改延长，安尼时因活动的空间就会增加真侪，压力嘛减少真侪。医生，安尼看来爱改善猫仔乱放尿的问题，敢若真麻烦呢。你看，规个空间爱大改造，然后搁会开时间陪伊耍，然后搁有猫砂爱逐工清2摆，遮尔侪代志爱做。当然啦，咱饲猫哦，就是爱对伊有责任。若是逐工开一寡时间，猫的状况就会当得到改善，对主人还佫有发发，安尼拢真好啊。若是主人有认真执行这个改善的计划，发发吼，伊黑白放尿这个状况，差不多搁要偌久才会当感觉到伊有改善哈？一般黑白放尿的问题爱4个月到6个月的改善时间。遮久着？是，啊，毋过目前发发的情形来看吼，差不多2-3礼拜就会有初步的改善啦。安尼好。咱就互发发3礼拜的时间，3礼拜了后，再去看卖伊的状况有改善无。他讲，不管是脸部还是手啊，靠田衣裤啊，拢有一种互猫咪真心要坚持去做好一神秘的力量。听下发发改善问题这段时间，阿炳3个人做伙来到有几只猫镇守的猫中岛咖啡，准备要来破解后一个留言咯。到底脸部佮有手啊，敢会当互猫啊乖乖行伫中远，然后就袂叮当。今日阮请到3只鸟店员汤姆、汉克、戴维斯做伙来做实验哦。OK， 看来猫仔准备好啊，咱就来做实验。好，来。阿炳个小婷接往了顶头做法，用脸部伫涂骹粘一个5角形的。接落来就需要猫仔店员汤姆来个这衣裤做第一摆接触。汤姆，有看到无？汤姆，我哩个白泡泡的汤姆入来到时间空间，完全都无咧擦涂骹红色的脸部啦。若讲真紧就惊刷位啊，嘛完全无咧注意衣裤啊，佮甘卖讲坐于内底，实在有影歹思考咯对。安尼是失败啊，对无？是。就伊这状况会当确定讲吼，这个衣裤完全无去吸引到伊。无毋对，根本无啥物神秘力量会当互伊乖乖行入无呢去对吧？完全无啊！无毋对，刷来出场的汉克，嘛是好奇安尼鼻一下遐脸部咧，了后就感觉无啥意思，惊刷位啊。上届活泼的戴维斯，佫开始咻一个走过衣裤拢无回头看啦。就算互猫咪甲脸部这衣裤长时间做伙，伊嘛是敢伫咧边行来行去的呢，真罕你讲挖紧脸部。也后来甚至讲家己开始休困啦。
完全无甲一只猫啊，愿意入去内底坐啊好。敢会是因为即个铁布踏落来了后是平的，对无？是，感觉这一点仔走动就无，那我做拄则会锁咧，对无？对啊，有一点点仔悬度对嘛。啊，安尼伊就会想讲，至少是一个范围啊。所以会有一种想要下过较稳闭的感觉。对咱会当来试看吗？好，无毋对，为了求时间精准，咱用锁啊搁再试一摆，但是真歹势。除了汉克有小可好奇，有偏一只锁啊了后，大头行开以外，戴维斯根本都袂认真啊看过遐锁啊，家己讲家己行啦。啊，汤姆就讲到蛤蟆，才行无几步尔，都伫咧锁啊边直接倒来休困啊。互人实在足想要问讲，啊无你到底是偌忝啊呢？医生，不管是帘布还是锁啊，拢无法度互猫咪乖乖啊踮伫内底，所以网络影片敢会是假的哈？其实我认为网络影片无一定是假的，因为这甲猫仔因即摆的环境，啊，佮有因的个性、连布袋的位置、地点，啊，佮有家大的形成拢有关系。所以今仔日的实验可能是现场的猫仔，抑佮无法度接受。医生表示讲，网络顶头迄落会行入去帘布还是锁在衣裤内底的猫，因可能是将迄个空间当作安全的庇护所，所以讲会踮伫内面啊。不过，毋是大家猫咪拢有即款的想法。个性比较谨慎的鸟，对出现伫环境内底生分的事物，伊拢会先观察一下啊。而且塑胶帘布迄个气味，对大多数鸟来讲，拢真歹闻啦。伊推测，这可能也是实验无成功的原因。不过以我较早对猫咪的了解吼，我感觉像这种完全无挂，啊一点仔都无稳闭的空间吼，对猫咪来讲一定无安全感嘛。无毋对，因为猫仔驯化的程度无到我遐尼悬，因保留真侪野生动物的习性。因咧野外拢会避咧洞窟或者是树内面，对，避免天敌去掠因，嘛会当较方便去掠杂物。所以林秘书讲，只要那富人猫咪啊爱眯起来就是天性，安尼就会当像网络所讲的成功掠着猫咯。上较方便的道具就是纸箱啊，而且半开放的纸箱比无挂甲开放的效果也更加好。啊，变个小婷今晚就马上改造几啊半开放的纸箱啊，来看卖啊到底猫啊敢真正会当乖乖照做。就细只就够水啊。根据林秘书的建议，啊变个小婷改种几个半开放的纸箱啊，这摆敢真正当吸引猫的注意呢？可以乖乖照安尼做，猫咪啊出啊咯！啊，发现纸箱啊！看到啊，伊会安怎哈？哇，入去啊！入去啊呢？哦，纸箱啊威力有够强的对。汉克上如无晓，拢无丢毒，就行入去纸箱内底的模样，是毋是甲拄只迄个帘布甲锁啊差真些呢？汤姆甲戴维斯嘛是共款，只要花一点仔时间，因拢共款会跳落去纸箱啊，乖乖揪伫内底。真是的呢，猫啊真正介意纸箱啊。是，所以医师，伊介意的原因是因为纸箱啊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互伊真有安全感，是无？无毋对。我听讲吼，有一款猫仔会软入去迄种行李箱仔内底，也是讲亲像后尾迄种较下的所在，嘛是这种概念对无？对，亲像国外有一寡动物园就捌做实验，提供纸箱仔互大型的鸟科动物，亲像虎、狮、豹，然后发现伊嘛会秘咧纸箱仔内面。哦，好，西巴买米伫纸箱啊！嘿，想要看无？当然咯。哈哈，咱即马来到位的是知名的野生动物园，目的真简单，就是要验证是毋是像林医师所讲的，狮啊，好，安尼大鸟嘛介意算纸箱啊？不过要做这个实验是爱侵入好下纸箱仔呢，想起来哦，感觉足恐怖的。小易讲了好，惊袂着好来算纸箱啊！啊？小弟免惊，有我陪恁。这位师五现役，对园内大大小小动物一清二楚。伊全阿变甲小婷真兴趣，即马准备要用虎来做代表，要来做大鸟纸箱的实验咯。哇，就班的呢，足大只的大只的啦！哦，看到会惊迄种感觉对无？有够漂亮的。所以嗯，你感觉嘿，
若是甲这纸箱仔弹入去，然后才会好，会真好记起耍，还是会甲猫仔共款秘伫纸箱仔内底哈？我感觉是因为因真罕咧看到纸箱啊，所以一开始看到可能会感觉这个物件真趣味、真新鲜，可能会去算看卖。嘿，也毋过若是讲要跳入去，可能爱搁试验看卖呢。哎哟，规日等下做实验就知影嘛。咱来紧来去传纸箱啊啦！紧张！小等者要甲咱做的实验的孟加拉虎是4只就会好仔，因的活动空间主要就是伫即个围起来空地啊。因为虎伊的体型比较较大，所以讲医师建议阿炳甲小弟2个人使用2卡开往式的大卡纸箱啊，将纸箱啊甲放伫冰箱时啊，虎会去休困，会去耍会追伫下边啊，啊，煞来去就赶紧来离开啊，准备将虎甲放出来实验咯。出来啊！哎，足够追诶！哇，漂白的孟加拉虎一只刷一只出现在空地咯。因对雄雄出现的纸箱啊，会有什么款反应呢？因足高水的呢，因为请过去骗迄个纸箱啊呢吼。也毋过，敢若偏尔，无想讲要去甲试探的感觉。哎，有啊，去甲！你咧假想啊呢？虎仔囝对纸箱啊真好奇动影，一个出来就直接行去纸箱的遐，佮先派一只做代表骗一个啊，再来去另外一只就家己来夹纸箱啊，啊，佮想要拖咧行咧哦。只是讲纸箱后拖电当第一时间，虎的反应竟然是惊到啦，所以就渐渐离开，无佮一只过去吸纸箱啊啦。纸箱仔对伊的吸引力无遐尼强呢。对，无遐尼强。也毋过因拄则吼无先去其他所在，就行过来遮吼，看是啥物，佮甲加着无？嘿，伊可能过时阵啊，会想要过去算一下。其实就算讲虎家己开始浸水，互相那么耍，但是往来是定定踮纸箱边踅来踅去，不时嘛去甲加一个啊。只不过因算的方法，结果是将纸箱甲加咧行尔，要若无，就双手去摸看卖咧，甲闲闲冰冰咧。啊，上界古锥的呢，就是因正在甲纸箱互动的时阵，叫家己惊一个煞吊起来啦。而且逐摆试探，因拢会先停落来观察真久，然后才敢试无共款的算法。这到底应该是讲，伊是谨慎还是无胆呢？遮的虎咧，有时阵也是会甲一般的猫仔共款，就是较细腻、较谨慎。所以讲，亲像咱放箱仔入去吼，伊一开始看到的时阵，会去骗看卖，然后就是小甲试探一下，伊需要淡薄仔时间来确定这个物件安全无危险。对，其实就是安尼。我想讲吼，像国外影片安尼，伊会直接跳入去，啊就开始算安尼。恁迄个影片吼，嘛毋知影讲迄个箱仔伊放入去偌久啊？亲像咱是拄开始放嘛，但是放一阵仔伊惯势啊，知影讲即个物件好耍，是一个放心的所在。伊可能会跍入去休困，时间若久啊，伊就自然会有这个反应啊。虽然讲吼，咱无真正看到伊跳入去箱啊，是讲甲纸箱仔拆掉，也毋过咱嘛搁较了解这个好啊，对无？你是要甲送迄个啦？你看你冲过来，你是要甲送迄个？想要甲讲，最后好会来这招啦，花时间伫咧惊人的收尾。为了要替阿炳受惊，吴医师特别带2个人坐铁人的车来体验甲驶人形食野兽近距离接触的刺激。所以，咱就要翻头来关心猫咪黑白放尿的问题咯。发发的主人该用无挂的猫砂箱啊，还佫加订几粒房啊了后，即马已经3礼拜啊。发发原本是1、2天就伫箱外好放尿，即马放尿情形敢有改善呢？今日请林秘书甲阮做位见证，讲发发黑白放尿的情形敢有改善？无毋对。陈小姐，自从咱顶届改造空间了后，发发敢有够乱放尿？自从甲猫砂箱仔换掉，一直到今拢无白放掉啊。这厉害！对，阮嘛有放费洛蒙的装置，佮有增加房啊，发发的情绪真明显有稳定真济。就厉害的呢！赞呐！安尼改善效果就明显的对无？所以我会当讲吼，发发已经袂过黑白放尿啊。但呢，观众朋友无一定会相信啊。啊，毋过放心，咱有画面。制作单位有甲发发的生活录起来，咱就来看卖有乱放了无？来，无毋对，根据制作单位这几天的录影，发发开始有一摆都无放伫箱仔外啦。看来改善猫砂箱仔甲生活环境，真正互伊原理好好去变数呢。小款，对哦。发发你洗辛苦哦。
哇，你就搞的呢，坏坏。哇，就所以林秘书啊，那会当讲是大成功对无？对，不过即马才过3礼拜，一般猫仔黑白放尿的问题会观察4到6个月，假使问题无搁发生，安尼就会当较安心吗？即届咱是经过改造伊的生活空间，啊，搁有改善成功转移伊的忧虑，我想这应该是咱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过陈小姐等一下哦。我会记得医师有甲你建议讲这个箱仔内底的尿刷咧，上好是换做控刷。啊，恁哪会搁伫咧使用茶壶刷？哦，是安尼啦，因为控刷真歹清，无亲像茶壶刷倒入去马桶内底就会当分解。虽然有2箱换做控刷，也是有1箱茶壶刷在使用。请问目前画画介意用什么款的刷？敢若是控刷较济。安尼就对啊嘛，伊甲伊控刷。对啊。所以我会建议陈小姐，互画画继续用控刷，避免黑白放尿的问题搁再发生。不过不管如何，咱成功打造发发上介意的这个控刷便所，还阁有改善伊焦虑的状况，各种调整，互发发袂阁乱放尿咯。哎，也毋过上重要的是吼，留言破解啊！安尼咱就知影讲吼，发发伊黑白放尿，只是因为伊无介意伊便所的环境，毋是讲吼，咱想讲伊是想要保护伊的主人，对无？所以，假使恁兜的猫仔嘛黑白放尿的状况，爱先了解原因，千万莫搁误会讲伊是要保护啊！恭喜恭喜恭喜！因为发发表现了真好，所以我个人咧，噔噔，特别传一个罐头买好食，互伊奖励。这种代志我哪有可能会放袂记啦？哇，你心机足重的哦，你有庆祝一下啊！来，你看，是罐头哦。这集阮发现讲，爱美伫个温密空间的这个猫仔，毋是讲每一只拢会乖乖啊踮伫个帘布啊，是讲锁啊圆框内底。抓箱仔吼，对因来讲，才真正有吸引力哦。阮甚至吼，搁甲抓箱仔摕去动物园，互好来耍。发现甲猫仔同款谨慎的因吼，对抓箱仔这个佚佗物啊，搁需要一点仔时间来适应。另外啦，猫咪仔吼袂有保护的心态，会黑白放尿，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讲无介意目前的这个尿刷箱啊。只要甲医生做伙找到原因，就会当对症下药，改善黑白放尿的问题哦。最后吼，搁甲大家讲一个，爱以忍用来取代用买，好好爱护甲尊重每一只猫仔哦。